台南市南区区公所对民国1809年，伫市府甲海洋委员会支持，持续推动海洋地形的创新，甲在地产业的观光。今年将首次试办四昆新红树林水上市集的活动，互更侪人认识南区海洋的特色，甲其他市集无同。这届的活动包括有水翼加陆上，欢迎民众做伙来体验。2024这个水上市集，其实是我们南区首创，也是为了带动我们昆山南区这样子的一个美丽的一个景色观光所集结起来一个活动。所以9月21那一天早上那一天的活动，除了我们的主题有水上市集、陆上市集，还有结合我们观旅局。我们观旅局这一次配合台南400。有台南400实力餐车的一个37区的一个巡回展，所以我们的水上市集包括我们集结我们在科寮那边哈，咱鹅仔寮遐、鹅仔街遐，咱用7艘的一个迪白啊管筏，管筏把它集结起来，然后邀请了12滩的一个具有特色的一个滩山来参与我们这样的一个活动。那到时候我们的游客可以搭的观光船去陆上海上的一个交易，也可以透过陆上来做一个交易。那除了水上这一个12滩的一个市集以外呢，我们在龙山市的庙埕头前阮阁有集结了30滩的一个陆上的一个市集把陆上跟海上集结起来，所以是全台首创的水陆2栖的一个市集，非常非常的一个有特色的一个活动伫活动宣传记者会中，包括议员林依婷、周丽珍以及多位的社团理事长甲理长拢到场出席。现场还有龙岗国小小朋友的带动唱，将活动来炒热气氛。四昆新红树林水上市集的活动将伫9月21登场。这届活动包括水翼加陆上拢有，另外还有市府观光旅游局的城市实力移动站的合作。到时将有精选的美食餐车组成的美食市集，甲伫港边音乐会等，欢迎民众做伙来同乐。台南新闻林跟采访报道。